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54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54天，同时是哈梅内二穆杰塔巴人间消失、音信全无的第54天。果然，这个美伊第二轮会谈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悬念一直拉到最后。美伊的第二轮会谈正式告吹，直到最后一刻都充满悬念。现在回头看，正式告吹，伊朗方面当晚正式拒绝出席预期于22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第二轮谈判。当然了，伊朗方面的说法，根据塔斯利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方面认为美国正在阻挠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参与谈判纯属浪费时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宣布其决定，表示为了充分维护伊朗人民权利，伊方代表团22日将不会前往巴基斯坦。那么特朗普通过其社交媒体平台，就是真相社交，发布一个帖子，宣布已决定将与伊朗的停火期限延长。这是单方面延长，为什么？这个特朗普说，根据调解方巴基斯坦传回的消息，伊朗领导层声称已达成一份统一提案，并以此恳求美方在提案正式汇总并提交前暂缓军事攻击。特朗普说法，伊朗没有来参加第二轮会议，对外释放的消息是他们不想来，因为每次来都是浪费时间。特朗普善变。但是特朗普说，应巴基斯坦方面的请求，说中间人给他传话，说伊朗方面内部分裂，他们内部正在激烈的讨论，要达成一份统一提案，拿着这个提案再来参加第二轮会谈。所以应巴基斯坦方面的请求，就是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的请求，美方将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延长停火期限，并要求伊朗方面先提出统一的谈判方案。同时，特朗普还声称，在此期间，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时保持战备状态。他表示将把延长停火直至伊朗提案提交完毕，且相关讨论有了定论为止。特朗普也没说错，他说是应巴基斯坦方面请求，不是伊朗方面请求，是巴基斯坦方面向美国请求，给巴基斯坦一个面子，能不能停火往后延迟几天。理由是伊朗内部现在正在这个叫争论，要提出一个统一的方案。特朗普在声明中说，伊朗政府内部已严重分裂。这个咱们在昨天节目已经介绍过了，穿西装的和穿军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文官政府他们之间的矛盾。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特朗普他又发了个帖子，他说伊朗并不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他们希望它保持开放，这样他们每天就能赚到5亿美元。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海峡被关闭，他们每天就会损失这么多。他们之所以嘴上说希望海峡关闭，只不过是因为我已经将其彻底封锁，所以他们只是想挽回面子罢了。4天前有人来跟我说，先生，伊朗希望立即开放海峡，但如果我们那样做，就永远不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除非我们把伊朗剩下的国土，包括他们的领导人在内，全部炸毁。这就是特朗普说的。一直到最后一刻这个伊朗人正式宣布不去参加谈判。这个万斯据说都已经准备上飞机了。伊朗谈判团队的先头部队都已经到了巴基斯坦，但是到了最后一刻，伊朗人还是不去谈判。这个确实可以说是伊朗人犯了一个大错。美国白宫公务员21日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原计划当天前往巴基斯坦的行程已被取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美国和伊朗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并能在预期举行的第二轮伊斯兰堡会谈期间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从而永久结束冲突。夏巴兹说，他本人以及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感谢特朗普接受巴方请求，同意延长停火。
以便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得以继续推进。他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推动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也就是说，特朗普讲的话得到了验证。特朗普说是巴基斯坦请求他延长停火期限，理由就是伊朗内部还在协调，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巴基斯坦的总理立马出来回应，是有这么回事，感谢特朗普给面子，延长停火。巴基斯坦可以说他努力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最后巴基斯坦给特朗普传话，伊朗人提的最后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特朗普暂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就不要再封伊朗，这样让伊朗代表团有个台阶下，有个理由去巴基斯坦参加第2轮会谈。结果特朗普坚决不同意。特朗普说，特朗普向巴基斯坦不是中间人吗？传话吗？特朗普跟巴基斯坦说只要达成协议，3个小时之内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达成协议之前是绝对不会解除的。所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伊朗人就巴不得希望解除封锁，也是说明特朗普封锁伊朗的港口，就是所谓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主要是封锁伊朗的港口，进入伊朗的船只都要接受检查，而且劝罚，这个对伊朗的打击非常大。这个和我们昨天分析的是差不多的。我只是没想到这伊朗人真的已经破罐子破摔，也就是说伊朗穿西装的他真不去巴基斯坦。昨天咱们分析了这个穿西装的，实际上他变成了一个中间人，就是说你让我去巴基斯坦可以谈判第2轮谈判，但是你要么是特朗普你让步，要么是你这边卫队你让步。你们俩人现在卫队这边的要求，穆吉塔巴不是出了什么3个原则吗？那基本上一点都没有让步。那特朗普这边的更是咄咄逼人，红线画的比什么都清晰。那你说这个中间人穿西装的跑去干啥？去了有挨美国代表团的这个羞辱，回来又遭到强硬派的这个指责，说你投降。昨天咱们说了，这个他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关头。我认为伊朗的穿西装的一定会去应付一下，结果伊朗的穿西装的他居然都不去，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伊朗国内这个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现在某种程度上话语权在这个卫队的手上。这是我个人分析啊，如果是伊朗穿西装的卡利巴夫、佩泽西奇扬这些人在国内话语权上升的话，那么他们多多少少能压制革命卫队，那么他们肯定是愿意去跟美国人接触谈判，因为只有谈判才能缓解呀。那穿西装的全部放弃了，直接就不去了，到最后一刻，那说明伊朗的卫队现在在国内的势力是在上升的。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未请求过美国延长停火制度。报道称，伊朗未向美方提出延长停火的请求。报道还指出，如果美国希望维持与伊朗的战争阴影，就必须考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关闭。伊朗人也没说错，伊朗人说我可没求你延长停火。当然特朗普也没说是伊朗请求的，特朗普说是巴基斯坦请求，巴基斯坦也承认了是我请求的，不是你伊朗请求的。双方的留着面子，也就是说屈辱背锅都由第三方斡旋的这方巴基斯坦来背，这巴基斯坦也不容易，揽了这么个活。媒体报道说，这个伊朗内部的权力割裂成为最大变数。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的强硬姿态正成为谈判的主要障碍，其影响力已显著凌驾于外交代表团之上，也就是这个议长卡利巴夫还有阿拉戈齐。逻辑很明确，如果瓦希迪不松口，万斯的让步将毫无意义。当地时间4月21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回答 CCTV 记者提问时表示，伊朗已经为重启谈判做好了准备，但这取决于美国方面。如果美国解除封锁，谈判才会随之展开。就在伊拉瓦尼做出这一表态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对伊朗的停火期限。所以你看，伊朗人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第2轮会谈？也就是伊朗人开出了最低的这个条件，就是你美国解除封锁，我就去参加谈判。根据报道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并请求他暂停对阿曼湾伊朗的封锁。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接受和平协议的条件包括移交浓缩铀之后，封锁将在3个小时之内解除。所以至此我们大概知道
美伊第二轮谈判告吹的一些原因。这个确实出人意料，也就是连伊朗的穿西装的他都不去谈判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伊朗最大的失误。与其说是伊朗的失误，你同时还可以说这是万斯的一大失败。你看伊朗人不来，你万斯想谈的没人谈。这个在美国特朗普集团里面，万斯是反战派，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特朗普派万斯去谈，也是一箭双雕，就把反战派的嘴给堵上，对吧？你不是反战吗？你是靠外交你能解决，那好，派你去。能解决那也是特朗普英明伟大，解决不了那是你万斯不行，老老实实还是来战斗。那现在万斯特朗普面对伊朗这样，你说也是一筹莫展啊，人家就不去。我认为这是对万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当然了，对伊朗的打击更大，因为停火不会太长时间。特朗普说无限期延长，也就是没有期限，说不定明天他就开干，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开干。我们再说一说伊朗人为什么被特朗普打到了痛处，也就是特朗普封锁伊朗的港口，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特朗普说1天5亿美元，这个损失在什么地方？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发文说，正如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确宣布的，美国海军会继续封锁伊朗所有港口。他说，短短几天内，伊朗哈尔克岛储油库就会彻底装满，伊朗脆弱的油井届时只能被迫停产，掐断伊朗海上贸易，就是直接切断伊朗政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雷霆极限施压行动，一步步削弱伊朗赚钱、转战、把海外资金调回国的能力。不管是个人还是船只，只要帮伊朗暗地里搞贸易、转资金，就一定会被美国制裁。同时，美方会继续代表伊朗普通民众，冻结伊朗腐败高层非法侵占的巨额资产。而这个摩根大通在研究报告中指出，若美国海军成功实施海上食物封锁将迫使伊朗缩减石油产量。这个在4月21日发布的报告中写道，此类封锁措施不仅会从金融层面形成限制，更会直接约束原油外运总量，大幅压缩伊朗通过迂回渠道开展贸易的空间，并长期迫使伊朗减产。伊朗陆上原油库容8600万桶，当前库容占用率为 54%， 剩余可用库容4000万桶，仅够支撑22天的石油出口量。也就是说，如果22天之内它的石油都不能出口，它这个库存那个罐子就全部给灌满了，没地方放了。除此之外，仍有约4艘归属于伊朗相关业务的超大型油轮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可装载原油800万桶，可缓冲出口时限延长至26天。若出口通道被完全切断，伊朗将在约16天后被迫启动减产，直到第30天左右，减产幅度将持续加大，直至原油出口完全关停。届时每日减产规模190万桶。分析师补充道，此次封锁或许能提升美方谈判筹码。这就是特朗普的底气，加大对伊朗这个港口的封锁。我记得咱们在前几天已经分析过，这个就是伊朗国内经济崩溃的速度和美国通胀的速度，看谁扛得住。这个伊朗的强硬派认为伊朗能扛得住，伊朗吃草也能扛3年，你美国是不行的。但是特朗普认为，特朗普让伊朗1天损失5亿美元，而大量的油轮都跑到美国去拉石油去了。这是特朗普自己说的。特朗普认为美国能扛得住，伊朗扛不住，所以双方就在这儿较劲了，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么伊朗这边继续动员。根据凤凰卫视李锐报道，他说21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停火期限的前几个小时，他说当晚有大批民众照常在市中心广场聚集，挥舞国旗，高喊打倒美国以色列的口号。广场一侧导弹发射车已经被摆上街头，不少民众聚集在这里拍照、围观、欢呼。记者表示，这是在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导弹发射器和导弹这10弹进入广场。
这也意味着这一晚是不同寻常的一晚。不少民众看到导弹后，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傲娇感。这是凤凰卫视报道的，也就是伊朗的盘盘们看到了什么快递，导弹发射架，导弹竖起来了，有的是躺着的，对吧？有的是竖着的。那些民众盘盘非常兴奋、感动，情绪高涨，热情澎湃，围着导弹发射架，又是唱又是跳，有的人还上去抚摸那个导弹，把情绪已经拉满了，亲身感受这些导弹的威力。他们脑中在脑补各种导弹砸向美国林肯号还有以色列这些目标的时候，这种场景画面。伊朗的盘盘们没少看伊朗宣传机构用人工智能合成的一些视频，那个视频大部分都是以色列陷入一片火海，林肯号航母至少打了5个补丁，满目什么疮痍，是吧？一片狼藉。但是现在在阿拉伯海上苦苦支撑呢，随时都有可能被卫队给他送到海底。与此同时，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向伊朗人民展示他的什么地下导弹城。当前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生产仍在持续进行，如果冲突再度爆发，伊朗将动用2020年4月下旬生产的导弹和无人机。也就是说，伊朗现在这个导弹生产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根本就没有被美国和以色列破坏。伊朗武装部队叫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4月22号凌晨说，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100%的战斗准备，将给侵略者更严厉的教训。该发言人表示，一旦发生针对伊朗的任何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立即对预定目标发动猛烈攻击，给美国和以色列侵略者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教训。他说，伊朗武装部队早已做好100%的战斗准备，并随时准备开火。这还不算，当地时间4月22日，伊朗方面宣布将于4月29日下午3点在伊朗全国范围内举行展现国家力量的大游行，到时候少不了又拖着一些导弹在各大城市街头游行，要展示这个伊朗的力量。我在想这个有什么意义？2月28号之前，伊朗人也是天天演习，不是海军演习就是陆军演习，要么就是空军演习，各种先进的各种导弹的一顿乱射，展示力量。结果这个仗打了50天，好像以色列那边没有什么影响啊。以色列到底炸成什么样了？看不到有什么报道。从这个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什么司令参谋长，一个个的都好好的，再到他们重要的设施，什么机关大楼也没有被摧毁。以色列的机场，以色列的企业正常运转。也就是说，这个伊朗人炸了50天，到底炸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真实承诺4，这个报复行动是100多轮，炸了个寂寞。对美军在中东基地的打击也是打了个寂寞。对美国林肯号航母舰队，那更是连边儿都没碰到。所以革命卫队到现在为止还是在调动国内的那盘盘们的情绪。大家也想象一下，你不能拿你的眼光去看，虽然你也是在墙内，但你好歹还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毕竟有很多的，虽然是 CCTV， 人家还胡一静老师直接转发伊朗方面的报道，但是毕竟还有很多不着调的自媒体博主，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人传达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即便都在墙内，但是这个印度的盘盘跟这个朗子的盘接收的信息还是不一样的。朗子的盘盘接收的完全是伊朗这些什么通讯社用 AI 制作的各种以色列，是吧？大崩溃，以色列一片火海，林肯号航母再一次逃窜，他满脑子都是这种东西，他根本就接触不到伊朗自己炸成什么样。伊朗的海军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些小摩托艇，空军的飞机是不敢起飞的，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只有停火了再出来干一干迎宾的活。伊朗的陆军那就更完蛋，人家这个飞行员掉在伊朗境内40多个小时，居然还被美军2进2出给人家给救走了。你说伊朗的陆军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啊！但是这些伊朗的不知道，伊朗盘盘们他们看到的最多的就是那些什么导弹发射那个场景，每天反复的这个播放，一天要看4、5回。后面在拼接上人工智能制作的那些以色列陷入火海，美国在中东的基地陷入火海的这些镜头，误以为这个朗子是大获全胜。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还在搞这一套，伊朗还在搞这一套，还在调动盘盘的情绪。
伊朗称美国停火是为突袭争取时间。伊朗议会议长顾问麦赫迪·穆罕默德22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提出停火延期毫无意义，输家无权设定条件。也就是说，美国你输了，你有什么资格谈条件呢？持续的封锁与轰炸无异，必须以军事手段予以回应。况且，特朗普提议延期肯定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发动突袭。现在正是伊朗掌握主动权的时候，这个大谈判还认为伊朗现在赢了，美国是战败方，美国有什么条件，有什么资格提要求啊？根据 BBC 报道，他说伊朗宗教领袖哈米德认为，摆脱当前僵局的唯一出路是公正的协议。这位扎黑丹的逊尼派主马伊木马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说国家的天空已被敌人占领，基础设施正面临摧毁，武装部队缺乏必要的防空手段。哈米德还写道，那些今天固执地设置障碍的极端分子，明天在国家被摧毁时将如何向上苍和这个受压迫的民族交代。停火已进入最后几个小时，而伊朗尚未宣布决定参加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谈判。与此同时，今晚在政府支持者与各地城市每晚举行的街头集会中，参与者要求继续战争。也就是说，伊朗还有清醒的人。扎黑丹的就逊尼派主马伊麻木就是一个为数不多的清醒分子之一。他认为伊朗的领空已经被美国人占领了，基础设施正遭到摧毁，伊朗的武装部队根本就没有办法防御。就在这个时候，伊朗的这些极端分子还要继续战争。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他说封锁伊朗港口是一种战争行为，因此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一艘商船并劫持其船员则是更严重的违反行为。伊朗知道如何使限制措施失效，如何保护自身利益，如何抵抗霸凌。伊朗的这个说法跟俄罗斯非常的相似，就这种国家他们的逻辑就是一种典型的叫强盗逻辑。为什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所有的过路的船要接受这个检查，要交通行费，这个是天经地义的。美国人好，我学你的，我给你封锁你的油轮，这是战争行为，这是霸凌。也就是只是我打你可以，但是你要打我，我封锁你可以，但是你要封锁我，那就是霸凌，那就是战争行为。我们再看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对伊朗代表团说，他说我们是中间人，如果谈判失败，明天我们将与盟友，巴基斯坦的盟友主要是指沙特，站在一起反对你们。伊朗代表团就回应说，为什么不允许我们拥有核弹，而你们却拥有它？谢里夫说，我们有一个敌对邻国，这指的是印度，已经拥有了核弹并威胁我们，因此我们拥有它是为了自卫。我们没有威胁我们的邻国，也没有支持在各国搞破坏的民兵组织，也就是没有搞什么地区代理人武装，没有搞什么抵抗组织，我们只是自卫。也就是说，你看，同样是穆斯林国家，同样都是什叶派，人家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就没挨揍，但是伊朗你搞核武器就不一样了。一个伊朗是个神权国家，是政教合一，谁受得了？人巴基斯坦不是。第二个，伊朗现在就在搞什么输出革命，你看看那哈马斯干的事情，你想象一下，如果哈马斯手上有个核弹，那以色列就完了。所以说，谁能容忍这个伊朗有核武器？伊朗如果有核武器，那卡塔尔、阿联酋那只能俯首称臣，要么就阿联酋他自己也搞核武器，要么就得老老实实每年给伊朗上供，因为他随时可以把你迪拜给你夷为平地。你建设的再好，你再有钱，他给你一把给你毁了没了。中东这些玩意国哪个能睡得着觉？所以不可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中国新闻网报道，这个电诈分子现在居然也是与时俱进，电诈分子居然盯上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公司被索要买路钱。根据路透社报道，他说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警告，有诈骗者冒充伊朗当局，向滞留海峡的航运公司发送欺诈信息，就是电诈呀，
要求其以比特币或泰达币等加密货币支付清关费，以换取安全通过。该公司引用信息写道，在提供文件并由伊朗安全局评估您的资格后，我们将确定您所需要以加密货币支付的费用，只有这样，你的船才能在预先约定的时间顺利通过海峡。根据媒体报道，在4月18日试图驶出海峡并遭到枪击的船只中，至少有1艘船是这起诈骗案的受害者，还真有受害者真的把比特币付了，结果喜滋滋的是吧，开着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结果遭到这个卫队枪击炮击。那这是不是印度的？印度人怎么还能被别人骗呢？印度不是基本上专门骗别人的吗？他怎么能被别人骗？最后我想说的是，特朗普恐怕也等不到说等到伊朗的瓶瓶罐罐的灌满了，装不下了投降，他很有可能就在这2天就要动武，伊朗人就准备拿脑袋接炸弹吧。毕竟要等到伊朗的那些瓶瓶罐罐接满还要半个月呢，特朗普有那个耐心还等半个月吗？所以说战争的风险是一触即发，也就是说战争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不是越来越远。实际上特朗普这次谈判就已经失策了，咱们以前就说了，这就是耽误2周，应该继续轰炸，要重创卫队，只有当卫队走投无路的时候，伊朗的这些穿西装的才能拿到话语权，这样谈判才有意义，而且这样的谈判成果才能得到执行。否则你只要革命卫队还继续在伊朗内部有话语权，你即便是逼穿西装的达成协议有什么用？你回去执行不了，你还得再打一遍。实际上特朗普当初就应该占领哈尔克岛，就把伊朗的石油拉出去卖。你伊朗你愿意开采你就采完了，反正卖是美国人卖，第一个也能平抑油价，第二个伊朗人还拿不到钱。那你不想卖，那你就自己把油井关了，你自己关油井。你这要开着油井，那因为它90%的油都要送到哈尔克岛那个罐子上装着，再专船往出卖。为什么没有去占领哈尔克岛？恐怕就是万斯这些人反对。现在好了，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万斯，让万斯去谈，把万斯的嘴给堵上，最终还要回到继续炸。简单点说啊，就是要削弱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势力。那么情况的变化啊，恐怕就在这2天，要不了多长时间啊，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